B 站看时光代理人，一键3连哦。陈老师，你觉得自己的拍照技能怎么样呢？你说呢？我是开照相馆的，证件照达人。可是你上次给陆冠拍的照片，他可都删掉了。啊，这上次是个意外嘛，这次我好好拍一次。阿光，别看了，我给你拍几张硬照。走。又拍？哎呀，上次没发挥好嘛，这一次一定给你拍成毕文俊。听我指挥，看天，看地，我。对，头发疼，很棒，眉毛疼，嘴疼，牙疼，心口疼。哎，好，双手抱胸，对，就是知名企业家，很棒，很棒，很棒。好，看我 ，OK。哎，怎么样？感受一下。稍等，好吧。这一次一定给你拍成毕文俊。来，看我，头发疼，头发疼。来，对，笑的，哎，笑的非常好。来，头发疼，眉毛疼，牙疼，嘴疼，心口疼。哇，完美，哪儿疼你都美。good，来，看我，来 ，yes。那你觉得自己拍的怎么样啊？120分，你觉得呢？我没看到。同意吗？看头发疼这几个，哇，你看，哇，这眉毛疼的多棒！哎呦，这头发疼的，哎呦，啊，我。